係禮拜日咧，本來我凌晨機到咧就翻嚟香港啦，但係我睇新聞咧就已經知道打緊仗，而當時咧亦都個天空度咧好多爆炸嘅聲，同埋嗰個航空區域咧就已經封鎖咗嘛。係啦，即係有一啲類似火柴劃過天空嘅火光，自己一線嘅火光啦。然之後突然間嘣一聲就冇咗噶嘛。咁我都嘗試瞓覺嘅開頭，但係瞓到12:30啊，定12點幾1點咁啦。咁我有2部電話加一隻智能手錶，3樣嘢都一齊咧，好似個尖叫咁響喎。佢咧就話，因為現在呢個地方受到導彈嘅襲擊，就要求所有人立即去到庇護嘅地方，可以 shelter 或可以庇護嘅地方，同埋遠離窗戶，敬請小心咁啦。咁我落到樓下酒店嘅大堂咧，原來已經有好多人企喺度啦。所有旅客都因為呢一個警報咧，電話嘅警報咧，同埋爆炸嘅聲音咧，所以落晒嚟嘅大堂啦已經。咁啊，秩序係良好喎。不過當你咁近距離接觸戰爭咧，你真係會覺得香港幾好嘅。香港從來都唔需要擔心呢啲嘢，和平真係好寶貴啊！好似空氣咁樣，我哋平時唔覺嘅啫。但係當你冇咗就大鑊啦。